近年各界都提倡弘揚中華文化，而其中明愛莊月明中學就更加將詠春帶入校園，唔單止係興趣班，佢仲加入咗喺一個常規嘅課程入邊，而教嘅呢仲係該校嘅彭耀君校長。咁我哋嘅前輩經常都講念頭正，終身正，就係我哋做人，我哋自己嘅思想正確嘅時候呢，人生就會行得久遠，行得穩健。所以玩詠春其實唔單止係學好套拳，我哋更加可以端正我哋自己，做好我哋嘅人生。今次我哋就睇下彭校長喺學校推廣詠春嘅故事啦。彭耀君校長師承詠春宗師葉準，嚴格上嚟講，亦都即係葉問嘅徒孫。當初彭校長都冇諗住喺學校推廣詠春，只係俾同學仔去參加由樹仁大學舉辦嘅詠春相關合作活動。但後來校董同埋老師發現，原來彭校長正係嗰啲活動嘅顧問，所以就建議校長不如自己喺校內任教啦。體育堂有一個環節係可以學另類嘅運動噶嘛，係可以係外聘教練噶嘛，咁我咪就做呢類嘅另類運動咯，都要玩落去，啲細路都 OK 喎咁樣，咁會唔會又開個班，真係嗰啲係教多啲嘅咧？咁樣就造成咗即係自己喺校內有一個咁嘅嘗試咯。由紮馬開始，小念頭、尋橋、黐手，校長會因應同學嘅程度，慢慢一步一步咁樣教佢哋詠春嘅基本。頂唔順你咧，平時唔練功你唔大件事你啦。OK 得，唔使急於每一下好大力打佢嘅，但係咧嗱，猜嘅過程之中嗱，佢中啊後邊。頭先你教佢嘅時候，嗰下你都係冇乜流力。其實流咗㗎啦。咁有冇試過啲家長好擔心，話想過嚟即係睇你教？暫時都未喎，真係冇話特別擔心喎。其實家長都 support 添嘅，因為喺開頭佢哋練咧，去到有啲表演咧，佢哋好落力。咁佢哋練到好多次，啲手腳真係有啲瘀，甚至乎啲手腕啊有啲即係拉傷。咁我家長帶佢睇醫生啦，跟住都冇事喎，即係。每一次對練的時候嘛，肯定會有點摩擦，因為你打我，我打他，肯定會啊好痛啊！你不要這麼打我。這種我覺得也是記憶蠻深刻的。可唔可以睇下你嘅手啊？可以啊。但係冇辦法唔瘀嘅，即係等於踩單車，你唔可能係唔落地擦損下嘅。你學游水，你一啖水都唔飲係冇可能嘅。咁呢樣我都有謹慎考慮㗎，而且由校長教喎，係咪？會唔會有啲嘅角色上嘅問題咧？咁所以我哋都簽好晒家長信啊，寫明啊，有機會會受傷啊。唔單止冇角色上面嘅問題，隨住教學，校長亦都慢慢多咗一個角色，成為咗同學仔心目中嘅師傅。好似係佢哋其中一個態度要叫校長師傅嘛，之後就一齊叫師傅啦。所以而家係喺學校可能行過都係叫師傅咁樣，就唔好再叫校長。試過有一次啲同學佢哋自己分享一啲佢哋同學之間相處嘅嘢，呢啲嘅同學之間嘅一啲嘅得失咧，佢都刻意話俾我聽喎，都有啲似班主任享受緊同呢班孩子相處嗰個畫面，呢個係事先估唔到啊！詠春作為香港其中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中門之後嘅彭校長當然都會想推廣呢一項嘅文化，而其中最重要嘅一項文化底蘊就係修煉個人嘅中庸之道啦。師傅經常講嘅，即係詠春你同嗰個中華文化，你覺得最大嘅結連係乜咧？師傅就講中庸之道。咁你嗰個恰到好處咧，就係喺我哋嘅詠春嘅鍛鍊入邊，由個套拳去到個黐手，你都係啱準確嘅。點樣可以維持到自己嘅心性？你唔會怯懦，但係又唔會火爆，而去做得到呢？呢個其實係一個人生嘅修煉過程。其實我哋學呢門功夫，最後唔通真係打交咩？我諗用嘅機會太少啦。即係人際關係嘅糾紛，其實都唔係需要用打交去處理。但係詠春佢嗰種嘅智慧、嗰種文化嘅底蘊呢，呢樣嘢對人嘅影響重大啦。咁所以詠春嘅學習嘅過程係一種享受，佢背後帶俾我哋嘅啟發係我哋性格嘅一種薰陶。咁所以個前設應該就係我嘅孩子呢，啲徒弟呢。佢哋應該係好好地學好個功夫，享受學功夫嘅過程，自然第日有機會咧，佢就會做到推廣嘅任務。不強迫，不強求，但係亦都會鼓勵同學仔多作嘗試同埋努力。呢個可能都係彭校長自身由詠春修煉翻嚟嘅中庸之道啊！